位即係傳朋友咧係了解。不過我亦都覺得場面上面咧有陣時激烈咗，亦都亦都希望咧。大家都知道我係愛港之星嘅主席係嘛？咁所以咧，頭先嗰位朋友問我係咪愛港嚟？我同愛港嚟係友好嘅團體關係，係嘛？係咪先？係嘛？我哋希望同各位都係友好嘅，係嘛？我哋同香港人有咩仇怨啫？冇仇怨。會嘅。我只可以話俾你聽。我今日呢個身份係愛港之星嘅主席，大家清楚嘛？嚇，所以你見到我哋愛港之星嘅朋友都坐喺度嘅，嚇，係靜靜地聽你哋講嘢嘅。係啊，冇錯。所以大家要諗清楚。第二樣嘢，我覺得討論激烈係無可厚非㗎啦，因為呢啲場合有咩事咧？希望咧大家係動口就唔好動手，唔好有身體衝撞，係嘛？我哋真理咧，你應該係越辯越明嘅，激烈啲係冇所謂。咁我都好欣賞咧，今日咧係呢個主持，佢能夠係繼續咁樣去堅持呢個會議嘅進行，唔會好似上一次鄭宇碩咁樣講兩句就話腰斬。所以俾翻掌聲，我哋呢兩位主持。好辛苦啊，高先生。講我啊，同埋阿宇文啊，多謝你啊！好唔好大家回翻自己個位啦？好唔好？係咪有人想發言啦？係咪有人問咗你嘢？我都聽唔到。成日啲人都問我喂，反對鄭永中話你自己會唔會發起一個咧？反對嘅人唔係一定要發起另外一個嘢代替㗎嘛，做嘢唔係問題嚟嘅。香港人就係好傻嘅，成日以為一定要做嘢先至會得到嘢，但係如果做嘢係明知佢失敗嘅，做嚟打鬼。應該咁。我再講埋先。咁另外咧就係，我覺得爭取民主必須要有本土嘅認同。本土嘅利益嗰度開始，嗰種咁嘅民主嘅力量先至會係壯大同埋堅實，同埋唔會俾境外政權，包括其他嘅人係代理咗我哋嘅利益，呢個非常之重要。咁故此，爭取民主唔係最迫切要做嘅嘢，反而係本土嘅利益嘅捍衞。拉長啲夫人都搞唔掂啦，你哋搞乜嘢啊？你全部都俾打錯啊！係翻嚟呢邊啦，我哋好唔好？喂，我有個要求啊！我有個要求，聽我講先得唔得啊？俾個咪你講，你又唔敢講，係咪喺度嗌嘈住人哋 ？OK， 我有個要求，大家臨走之前啊，攞張紙巾出嚟抹一抹張台，好唔好啊？好。你有冇擺上去啊？見到你坐嗰張台咧，污糟咗咧，抹咗佢，其實啲工友好辛苦，好唔好？冇紙巾用件衫都得，好唔好？多謝你嚇，多謝晒。好啦，我哋到呢邊，呢位。最大殺傷力係咁但係而家咧，你就話呢個佔領中環呢個行動咧，係叫其他嘅人去做核彈，即係佔領中環只係製造核彈嘅一個階段。咁其實我覺得你同埋老師嗰個講法咧，真係其實係差別唔大嘅。但問題就係即係要用年半咁長嘅時間去做一啲你已經有機會去做嘅嘢，而唔係直接就直接拉埋嗰啲基層嘅一齊去做真正嘅核彈。即係點解要咁長嘅時間、咁多嘅資源，而只係做一個階段性嘅嘢，直接做核彈？可以
呢個可能就係我自己嗰個嘅信心唔夠啦，即係我嘅認知就係要能夠產生到足夠嘅即係影響咧。如果係以而家去做咧，其實係做唔到個效果嘅。而佔領中環其實真正能夠發揮到效力咧，係需要更多嘅市民係去認同呢件事，然後先至產生到效果嘅。咁所以要由而家開始去做先至能夠達到嗰個效果咯。所以我純粹都係冇信心，呢個係我自己冇信心嘅問題。呢位小姐，黑色衫嘅呢位小姐，你都話。各位朋友，可唔可以收聲先啊？好唔好啊？麻煩你啊，多謝你啊！各位朋友，頭先愛港知識，我而家俾支咪你好唔好？點講？頭先愛港知識嘅朋友阿高先生咧就話咧，佢相信香港人民嘅眼睛係雪亮嘅，咁佢哋亦都咧係會反對呢個佔領中環嘅行動。咁樣如果係咁嘅話，點解我想邀請阿高先生同埋邀請佢哋全體嘅愛港力量嘅聲音，向中央爭取開放晒所有選嘅提名權？嗱，譬如咁。我都相信香港人民雪亮嘅，咁你俾佢哋提名長工，俾佢哋提名李柱銘，俾佢哋提名余若薇呢啲咁嘅人，香港人民一人一票將佢哋啲長工啊、余若薇啊、李柱銘呢啲咁嘅人徹底打敗去選，好似呢啲梁振英夠鐘啦，1分鐘啦，我聽到你個聲音。曾鈺成啊呢個咩人咯？多謝。好啊，呢個分回應下。我贊成啊，27個一齊選啊！每個政黨一個帶出嚟。我一開始就話，我哋愛港知識嘅立場就係，我哋唔支持，亦都冇能力反對，阻止佔領中環。我一開始已經講咗啊，所以你唔好屈我話我反對佔領中環。第二點，你話叫我哋去話俾中央咧，要一人一票，要呢個開放呢個中環俾人哋，又或者咧係選下余若薇，呢啲咧我相信咧香港有比我哋更有能力嘅人士，包括我諗咧，我哋有好多嘅建制派嘅議員啊。香港人一人一票掃場。只要佢嘅行為、佢嘅言論係愛國愛港嘅，我都會支持。愛國愛港，根據基本法去做事，咁啊一定支持。多謝你。好嗱，跟住落嚟咧就係佢先，然後到你啊，好唔好？佢先呢位中間呢位係嗱，俾個咪佢啊！企起身呢位，俾個咪佢，嚟緊，然後就呢位伯伯，好唔好？跟住到你好唔好？好。大家好。我同意陳雲所講，即係要能勝先至可以講和嘅。咁我諗翻嗱，佔領中環呢壇嘢，究竟對中央嘅損失有幾大先？冇。如果係啦，如果係拗痕嘅話，真係拗痕嘅話，咁喂中央理你做乜啫？係啊，係嘛？咁即係中央要實施佢一個對香港嘅一個統治嘅話，中央有理過你咩而家？佢喂你佔領中環嘅話，佢冇損失嘅話，咁呢個唔係核彈嚟嘅喎，咁香港市民損失啊！係咯，咁搞嚟做咩？即係其實我支持佔領中環呢排，但係我覺得佢做唔到嗰個效果。明白。好，我即刻先俾你回應啦，我呢位伯伯先，俾個咪佢。你阻住條路啊嘛，你阻啊！俾你講好唔好啊？你冇停嗌啦，好唔好？嚟
多謝你啊！大家好，大家好，一分鐘。一陣先。本人咧好有機會咧參與兩個歷史嘅盛事嘅。所謂1955年富皮士嗰個報導啊，1967年所謂呢個反英抗暴嘅鬥爭，兩個鬥爭咧都係死人無數嘅啊！尤其50年暴動咧引起兩派衝突，最後根本想解放軍出嚟解決呢個問題嘅。咩英國佬咧即係認為咁冇失威，喂我自己軍人可以解決得到，所以一日4讀咧3讀咧通過咧緊急法例，就4個人咧叫做非法集會，就喺你歷史時期。3個就好似3個係啦，即係總之就唔成4個啦，好似就咁啦嚇。1966年出嚟反英抗暴鬥爭個名堂非常響亮，但都終歸咧都係要死好多人先收到命。阿伯你講嘢可唔可以快少少啊？睇翻呢個情形咧，點解先成日話和平友愛至上啊？點解先可唔可以得？可唔可以得？我哋保證咧，我哋一定要暴力收場。多謝你。而且我哋有深圳嘅公安，有香港有解放軍嘅，我哋唔怕到啲呢度。好，唔怕呢度。多謝阿伯。我提議咧。我提議你寫回憶錄啊，好唔好啊？寫翻嗰2段歷史出嚟，我有興趣睇。真㗎？你想答？你想答係嘛？你想答張相？我有，真係唔出洪七公都唔得嘅。洪七公有打狗棒㗎嘛，係咪？小弟叫梁國雄。嗱，呢位伯伯，你話咧有2次嘅暴動 ，OK？ 咁及唔及得呢個文化大革命咧？文化大革命邊個搞出嚟嘅咧？文化你靜啲嚟，叫定白車。嗱，冇急氣上。嗱，證明，就算冇你而家形容嗰啲咁嘅所謂呢一個民主派餘孽咩反中亂港啊，你哋自己喺度互相傾軋都打死人啦！唔好玩呢啲嘢啦！喂，嗰時就係到底毛主席係咪最紅嘅紅太陽？因為林彪係好人，阿哥2個大衰人。嗱，所以各位，嗱，我俾你聽，我嘅屎係冇資格鬧我嘅，你哋係狗屎鬧屎人。喂，做乜狗屎鬧隻狗啫？各位，好簡單，我再講翻正經，好簡單。邊個話我走狗嘅咧？你要記住一樣嘢，當年毛澤東咧就係話呢一個劉少奇係叛徒內奸公賊走狗。而家我多喺邊度有？國民黨走狗。嗱，各位，你唔使嗱，各位小矮人，我企起身啦，各位。嗱，高達斌咧就叫你哋唔好嘈，陳靜心話改埋名喺度嘈，高達斌咧就叫你哋唔好嘈，佢講緊咩嘢啊？我邊度先？佢又我做咩？我想呢個名啊叫高大空，佢就叫陳靜心，兩個對壘，喂，高達斌你算唔算數先？喂，嗱，我代表高達斌叫你哋唔好嘈，陳靜心你代表唔到啊！到呢邊。嗰位大帽哥哥先 ，OK， 然後咧就到呢位好後生嘅文仔，然後就到你好冇？1、2、3，你第3個。呢位哥哥，俾個咪佢。俾個咪佢。喂，要抹台啊，再企，自己抹翻嚇。好，你講。而家香港有病啊！連阿長毛咧呢啲不斷喺度侮辱人、妖言惑眾嘅人都有幾萬人支持做到議員。咁你諗下咧，第日咧，如果有人有支持，有足夠人嘅支持，你選一個每一日喺度講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共產黨嘅人做特首。咁跟住又點啊？跟住第一樣嘢，警察啦！
選一個咁嘅人做特首。戴教授你好啊！喺戴教授科入邊啊，有提到 Deliberation Day 呢一樣嘢啦。但係其實睇翻現場氣氛咧，點樣先為之一個理性嘅討論咧？因為你睇翻現場氣氛所見咧，大家都係好中意話人哋乜乜狗啊乜乜咁樣咧。只要係唔同意見嘅就會鬧你嘅。呢一啲態度點樣可以有一個理性嘅討論咧？甚至需要問下台上嘅嘉賓，究竟你哋對於理性嘅定義係乜嘢咧？有啲人講話鬧人我走狗啊，指住我鬧啊，呢啲就係理性咧？唔該。關你事啊，戴教授。我諗今次咧呢個嘅討論仍然達到呢個和平呢個嘅標準嘅，因為大家咧都冇使用任何嘅暴力嘅，咁所以今次係一個和平嘅討論嚟嘅。咁但係咧係咪理性？或者係達到咧一個商討人要求嗰種嘅商討嘅文化咧，咁我相信都仍然需要啲時間咧，大家去再去建立起上嚟。咁我希望未來嘅日子咧就會再解説多少少啦，即係點樣去能夠有一個商討嘅文化。其實我好同意阿高生嘅，高生佢講嘅嘢我非常之認同嘅，因為其實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意見，係可以大家咧係。表達咗唔同嘅意見之後，我哋可以考慮對方嘅意見之後，大家再諗下我哋嘅立場點樣咧。所以我覺得咧就愛港之聲嘅表現咧，我覺得係非常好嘅。喂，唔該唔好推開嘢啊，唔該，好，聽下話啦，好唔好？跟住着黑色衫企起身嗰位先生，1分鐘啊！大家咁話啦，開始啦！我想請問一樣嘢，係咪要落實真普選？戴耀廷先生請答我一句。答我先，戴耀廷先生係咪要落實真普選？OK， 落實真普選，基本法入邊係咪講明要？落實23條先可以實行真普選。身為一個法律教授，都冇睇過基本法嘅，返屋企瞓覺。有機會可以論壇好唔好？好，俾個咪係啦，呢位後生仔。最主要咧就係咧，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即係80幾年開始咧，80幾年開始先至咁但係其實跟住回歸咗之後咧，不斷咧有內地嘅新聞咧包入去香港本土喎，即係嗰幾十年之後咧，民主嗰個進程仲係話傾下啦、理性啦、和平啦。但係其實咧，我覺得佔領中環係一個幌子嚟㗎。到明年7月1號嗰日咧，其實嗰日係一個儀式，反而就係嗰個簽署嗰個商討嘅嗰個誓章，其實仲係幾多香港人係會為民主落水。唔係話嗰種淨係靜坐、絕食、唱歌、嗌下嗰種爭取民主。呢一個數目幾多個人肯簽呢一個承諾書，話我願意上身，甚至孭起罪名嘅咧，對香港未來民主發展嗰個揭示嗰個力量係更加大。我哋驚呢樣嘢，和平佔中原則嚟講，你佔中嘅話，你癱瘓咗網絡，中環網絡5分鐘已經夠㗎啦，唔使成萬人嘅。而家我想問一問下戴教授，你究竟想你心目中會覺得幾多人會肯簽呢一個承諾書？好，夠鐘，多謝你。我當然答唔到呢個問題啦。其實呢個亦都係點解喺過去嗰幾個月裏邊咧，我不斷其實仲會繼續嘅就係我把聲都沙晒啦嚇，就不斷去唔同嘅團體去同唔同嘅人去解釋成件事。最後會有幾多人決定？呢個係每一個人佢自己嘅獨特嘅決定嚟嘅。咁我唔知道在座有幾多位係已經作出咗呢個決定，係會簽訂呢一個誓約咧？咁我諗我當然都唔會想叫大家舉手嘅，我唔需要嘅。大家係問翻自己嘅心，就係話
對於普選真正嘅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大家願意付出幾大嘅代價咧？唔使而家去諗嘅，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時間，我哋慢慢去，到關鍵嘅時刻嘅時候，我相信係有足夠數量嘅香港人係願意站出嚟。好，我多謝晒啦，台下嘅，因為我哋夠鐘啦，咁啊，我諗各種唔同嘅訴求啊、意見咧都講過晒啦，剩翻少時間咧，我想俾台上嘅嘉賓咧做個總結，咁然後我哋又結束今日嘅論壇。好，首先咧我就想請阿長寶，你1分鐘時間喎，1分鐘啦嚇。俾個咪佢啊，唔該，阿寶仔。各位小安無數，你快啲上，你話要揾解放軍，你真係以下犯上，有乜資格講啊？嗱，好簡單，好簡單。今年7·1就會見真章㗎，真係幾多人出嚟？隨時啦，俾人講完先啦，好唔好？你話外國有去過釣魚台咩？講乜嘢啊？釣魚啊？你去？有去過咩？嘥時間。嗱，我話俾你聽，你哋個個唔使喺度嘈。好啦，你識講你講法啦，講啦。好簡單。呢一個7·1嘅佔中嘅運動咧，只不過係一個開始。你哋共產黨要鎮壓個權喺你嗰度，我未見過一個政權鎮壓完之後就永遠係一個太平大吉嘅。因為今幾6次絕食，最後尾美國佬走，好國民黨殺共產黨，最後尾共產黨走，係咪啊？國民黨走，知唔知啊？知唔知啊？好。先嗌啊，好，我哋講晒呢度先啦，好唔好？多謝你啊！我要收工㗎。呢個收工啦，好重要㗎，我研究嗰方面先。收工係香港嘅普世價值啊，經常都好正路嘅，因為有無量公主啦，所以有啲嘢做到呢樣。咁咧，我去點解民主爭取得唔成功咧？係因為好多代表住香港去爭取民主嘅政黨咧，實際上係好捍衛到或者代表到香港人嘅利益嘅。好多時佢哋係政治代理人或者政治買辦，咁故此喺爭取民主時候係做唔到嘢嘅。其二係香港嘅民主，除咗對香港有利之外，係對中國有利嘅。而喺目前嘅制度之下，我好老實講，係損害緊中國嘅利益。好多謝你，我哋最後咧，因為阿戴教授咧話佢喉沙晒啦，唔想再繼續講啦。阿高先生，最後我想講俾同大家分享，第一，我哋真真正正去諗下民主究竟係一回咩事？民主嘅精神究竟係乜嘢？我哋要香港人諗一諗，民主係咪淨係1人1票咁就代表咗有民主咧？我話俾你聽，曾經柏拉圖講過，選民啊，當我哋嘅選民選咗議員之後，我哋就做翻奴隸啦。所以真正嘅民主只不過得一日，就係你投票嗰日，你先至當家作主。當你選咗嗰個做議員之後，我哋又做翻奴隸啦，佢哋做我哋嘅主啊！所以認清楚咁樣嘅選舉制度，究竟帶到我哋係福係禍？睇到啦，過去嗰300-400年之後，歐美嘅經濟同埋民生同埋佢哋嘅人民嗰個人民精神點樣墮落，睇到第一點我哋反思。第二點，我講俾大家聽，究竟我哋今日嘅歷史，我哋國家中國嘅歷史，近代自從鴉片戰爭之後，至到今時今日，我哋嘅先賢，我哋嘅先烈，佢哋為咗我哋嘅中國拋頭顱灑熱血，去不斷尋找方式去救中國，令到我哋中國能夠好似今日屹立喺世界上受人尊重，
有邊個政權可以做到？第三，呢個就係睇嘅問題。第三點，最後呢點就係今日我可以話俾大家聽，而家我哋所講嘅嘢，唔該大家去諗清楚。我哋首先要改善下自己嘅思維，我哋真真正正去認識呢個世界。多謝你啊，先生。好啦，今日嘅論壇咧就好圓滿咁樣咧，不過唔係好順利啦，我都知就結束咗。咁希望咧呢一類嘅論壇可以繼續，不過大家咧如果能夠手節做啲就更加好。咁啊，慢慢出去啊，小心啲啊 ，OK， 多謝各位。睇住啊，出嚟啊！唔該曬。夠鐘。Thank you.